过来又搁出现诈骗案，讲汇钱，互你家电影名星掠尿调违纪一名，新北一个富人被骗68万。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因为人来扫毒，霹雳执法杀害数千人，被国际刑事法院伫机场逮捕。美国甲乌克兰伫苏地阿拉伯公路乌停战，美国表示，无论安怎桥，这乌克兰拢要放弃部分的国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因为人来扫毒、霹雳执法，嘛造成数千人死亡，已经去国际刑事法院以这危害人类罪伫咧机场逮捕。因为根据这菲律宾的官方统计，杜特地伫咧2016年甲2022年，这人来扫毒处决有超过6200人。不过，这嘛去人权团体来批评讲，根本就不止，讲尚无有2万人，都是因为这政府滥杀、动私刑来迫害死亡的。不过，这杜特地本人是声声句句来发冤枉，讲伊拢是为着变现，为着国家。当地时间11早起9点20分，杜特地一行人为香港坐飞机登去马尼拉机场的时阵，检察总长对伊提出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逮捕令，理由是伊任内的扫毒行动牵涉到危害人类罪。警察随伊伊羁押送去马尼拉的空军基地，过程也引起一寡动乱。杜特地的律师甲现任副总统的查某囝拢发冤枉，支持者嘛表达不满。Mayado, galit po ako. Tanda na po ni Tatay Digong. Tsaka hindi niya po yun deserve. Kasi yung ginawa niya para po yun sa Pilipinas. 杜特地现年79岁，2016年至2022年担任菲律宾总统，以强硬的政治风格、粗鲁的言论正出名。任内发动强烈扫毒作战，要求军警对卖毒的头人、毒贩啊、甲食毒的严格执法，造成真侪人乌白杀人、甲私刑、谋杀、甲冤案事件，佮影响真侪无辜的民众、记者甲律师死亡，引起国际关心甲压力，伊佮强硬地对台。Make no doubt about it. If you destroy the generation of Filipinos coming up to replace us, I will kill you. Simple as that. 官方统计扫毒行动至少造成6000多人死亡，人权团体估计实际数字是加几多倍。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进行真侪年的危害人类罪调查，合理相信伊有犯罪证据，才发出逮捕令。内容说明，杜特地卸任了后，也是有真大的权力，会当干涉调查甲威胁证人以及受害者，所以必须甲伊逮捕，安尼嘛当确保伊会出庭受审。伫回国进前，杜特地甲伊的查某囝萨拉伫香港为5月的机场选举伫做事，真侪回国移工出席大会。当时对于 ICC 发出逮捕令，杜特地讲家己一切拢是为国家，若说因被逮捕加紧家己，伊原来会接受。杜特地政府2019年已经提出国际刑事法院，现任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主动协助 ICC 的调查，不过若是逮捕令发出来是未阻止。目前杜特地的查某囝甲小马可斯的关系真歹，国派危险、贪污等真侪项罪名，面临弹劾。杜特地甲查某支持者是讲，这拢是政治迫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利斯坦的学生领袖哈里尔，因为去年带头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顶礼拜是去美国移民单位抓去，纽约民众嘛为伊就街头来抗争，要求赶紧放人。本地是要遣返，目前是已经裁定讲会当慢车来执行。不过，这美国总统川普是在表明讲，任何学生只要支持恐怖组织、反犹太、反美国，就要甲你拢总抓起来。而且今日是抓一个，只是一个开始。因这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嘛表示讲，只要支持哈马斯，就要取消你的绿卡甲签证，豁出去美国。一位民众行骑伫纽约的街仔路，要求把哈里尔放走。伊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伫反以色列示威活动内面真重要。但伫册背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来逮捕。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讲，因执行的是总统川普禁止反犹太主义的行政命令。It's totally unacceptable. This is part of free speech. 川普伫册集表示讲，要向遣返的哈里尔只是真侪逮捕行动内面的第一个。咱知影讲，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的大学，阁有较侪学生在做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和反美国的活动。川普执政团队绝对袂当吞忍。律师表示讲，要甲哈里尔遣返是互人真歹相信。
Highly unusual because Mr. Khalil is a green card holder. If a green card holder has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to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let's assume that he has been solely involved in campus protests for Palestinian rights. That in itself should not constitute material support to terrorism. 川普政府并无讲哈里尔洪指控犯什么罪名，哈里尔洪逮捕了后是移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移民监狱，等遣返的程序来进行。不过七十迄天，曼哈顿地方法官福曼是下令暂缓遣返，而且预定12对这个案件来进行聆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等来看国内政治的消息，全国大罢免，若是讲这第2阶段连署搁再通过，上紧是今年8月就要投票啊。也照目前中选会公布有34件立委罢免案通过，全部是拢是哪样立委？罢免民进党的是拢搁爱保行。中国，美国，中国，美国。志刚以行动抵局，宣示港澳罢免李元秀总部成立。罢免国民党立委李元秀就要进入第2阶段的连署。因阁讲，这届是台湾头一届24点钟签署收件，确保连署的行动无停歇。不管是任何的物资，或者是不管是吃饭，或者是租这个场地，我们都是自工自己集资，每个人有的出钱的出力，有的出多，有的出少。的门槛其实是31000多，但是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6万份。如果碰到有别区的民众希望来缴交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帮忙收。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双北大罢，我们各团在这几个月下来已经合作的算是有默契了。罢免行动继续在进行，不过李元秀办公室表示，目前是还无要回应，依次冷淡处理。根据中选会70公布全台湾大罢免上新的进度，拢总有34件立委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的连署。上新通过的2个案，分别是泛蓝的无党籍立委陈超明，甲国民党立委柯定君。上新无达到提议条件的名单是民进党立委柯志杰、黄捷、吴基明甲王美惠这4案，计共有16件绿营立委罢免案无通过第1阶段提议爱保行。国民党请党工发起的罢免立委，目前通通失败。国民党不思根本解决之道，再持续给各蓝委添柴火，人民反制蓝白乱象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民进党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嘛，也不是他们在去年2月就开始了就开始酝酿了嘛。因为国民党一直都很认真在做事啊，根本没有在玩这个罢免所以起步慢，当然有这种数字是很正常的嘛。反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他们要这样乱，我们也懒得跟他玩啊。泛蓝立委有34件罢免案通过第1阶段，绿营立委是无半件。国民党宣告同步要推动反对废止死刑公投来反制。民进党传出已经规划要伫3月中开始4届宣讲，还阁按算要邀请行政团队，甲民众说明去互南北台预算了后的影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内又搁出现诈骗案，讲汇钱就你甲电影明星牛调位记一面，新北一个69岁云人就是安尼去互骗68万起。因为搁较喊过的是，这警方调查所查到这来提钱的，也是一个65岁云人，讲伊只要完成顶头的任务，就让记到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共在地超商等待面高，警察突然拜访伊。小姐，警察。可是车手落网过去的2个月，几下摆成功摕到钱，也不过专案的被害人安怎甘愿一摆搁一摆将业绩交出去？受害云人69岁无少着开大钱，只唔望见到爱到牛调位一面。前后交付新台币68万元之现金与点数卡。警方调查，嫌犯年纪65岁，会甘愿做车手，原来也有移民计划。伊讲家己也好为数套路骗，就是完成政府就会当安排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见面。因过不法集团即摆甲以前无共，罕见的吸收年纪大的车手。那在年长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他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并不宽裕嘛。我诈骗，如果诈骗不成，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干脆转而变成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车手集团的成员，充分发挥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剩余价值？
诈骗多数为社群触发伫民测 IG 社群号，王品集团也正做另类苦主旗下品牌服务用，讲要办小小总铺活动，互业者紧急澄清，都连赖也互诈骗集团利用。我们曾经留个资，就把我们加成好友，被动的消息就会一直传进来，会有一些莫名其妙就跑出来的广告之类的。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关，我们老人家不会说，要等到年轻人再问他。要防止赖防入侵，有专家表示，会当关掉温存防家己好朋友外部应用程式存储、提供使用资料等6大功能。如果是政府机关传送的，它的这个前面的传送的这个账号应该有一个盾牌，那盾牌的颜色基本上绿色或者是蓝色，就代表验证过的。道惊诈骗集团冒名公家赖 ID， 有专家建议会当检视口罩敢有盾牌，甲盾牌色水辨别真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嘉义某一间国小，讲为着安全，伫咧学校有装监视器。不过这监视器煞是去对着对面的徛家，做好提告要讨赔。原本是讲判这学校爱赔5万，这监视器嘛爱拆掉。不过上诉了后，反而是撤销处分，因为讲这住户应该照国赔庭书来向相关机关请求损害赔偿。镜头来回扫，随时监看学校内外状况，确保校园安全。台南嘉义区某一个国小为2021年开始，伫南边教室大楼装监视器，不过隔一条巷仔住户林小姐无度接受。好该说，他们是为了什么周边什么？你唔免针对阮门口啊！伫外口啊，什么隐私？莫讲囡仔啦，敢若阮这出去就做安全啊。附近居民意见无共，暗过林家主张进出家门，也是踮伫客厅，拢叫监视器录倒来，互因真无自在。向教育局电情要求拆除，只是学校拆固定了后，搁装球形的下顶档的监视器。去甲林小姐告学校侵害隐私权甲人格权，不过学校也有扩张，因为监控范围是国小附设幼稚园。那里面都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小朋友，所以在安全问题上面，学校非常重视。那家长也都是盯着这个地方来看。因去争议监视器目前当地拆除维修，台南地院1审照民法判学校赔偿精神慰抚金5万，搁拆除监视器，学校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认为监视器属有公共设备，林小姐应该照国赔庭书，先以书面请求损害赔偿，废除1审的赔偿裁判。如果说侵害到人民的隐私权，国家当然负有保障人民基本权的任务，所以本件应该是要循国家赔偿程序来请求。如果装设监视器是因为角度的关系，可能会不小心拍到其他人的住处，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否则还是会有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律师说明，民法较适用民众中间的侵权行为，嘛提醒一般的民众装监视器的时阵，同款爱避免直接对准别人的主体，安尼无可能也牵涉妨害秘密罪，互人提告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国内今年第2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是北部一个20几岁查甫人，目前是已经复原出院。另外还有一例是一个日本女性去挖着毛，这期间有来过台湾佚佗，去9分啊观光。那民众最近有去附近行大过，就来注意。租厝拄税新制5月就落，其中若是高薪一个人租厝的上济是当拄到超过7000块的税金，若是一个伙仔做伙租厝的是当拄到12000。民权团体嘛呼吁政府应该加强宣导，嘛增加申请的比例。再来看网络平台发现讲，这台湾劳动参与率2023年是创下5年以来上低，其中45岁至64岁劳动参与率是8到66.4%，社会劳动力是有史以来上介高。这少管化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学生做散工的是愈来愈少。继续来看国外消息，美国有组织者游轮讲专门咧载喷射机的燃油，张说传出讲伫咧英国北海附近，去有一架插葡萄牙机啊载有毒化学物件的这船弄着，美军的船油库是规个爆炸，2架船拢总着火，船员是拢总跳船逃生，目前是救着36个人，搁有一个是下落不明。英国海巡队伫当地时间7早起9点48分接到法国的信号，位于伦敦北方250公里远的北海海峡发生船只小龙逃火意外，驾驶的是我葡萄牙国旗的货轮“索隆湖”，无断以16节速度
弄到美国海军司令部乘坐的游轮斯蒂纳无暇号。这架载运量达到几万吨的游轮，船顶装满喷射机燃油，轰弄到了后油槽破裂，发生连锁性爆炸，现场火光乌烟直呈。英国海巡队第一时间派出救难直升机、4架救生艇，甲有消防功能的船舰去抢救弃船逃生的船员。The Solong should have avoided it, and it would be down to incompetence on behalf of Solong.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n the 21st century, two ships should collide. 更较害的是，所用货船舱装载15个货柜的有毒化合物氰化钠，初步也无清楚敢是有外泄到海底。若拄着海水会产生予人死亡的气体氰化氢，会予现场救援的工作人员就像踮伫危险的环境，对海洋甲自然生态也是一大浩劫。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墨西哥南部一条公路上，一架公车是失去控制，并落去山崖，造成18人死亡，12个人受伤。也伫咧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因为连续拢咧落大雨，嘛造成水泵山，这山脚的船桩是规个拢去砍掉。对边坡摔落来，公车倒伫树仔丛内面，旅客衫和物件拢规个散伫涂骹。这个意外发生伫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一条公路顶悬，迄当阵车内载40多个人。初步调查发现讲，因是伫咧参加墨西哥总统礼拜伫墨西哥城举行的政治集会了后，隔当天准备要登去特万特佩克地劫，无想到中煞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迄当阵真侪救援队紧急过去支援，而且对车内有做真侪浮尸体，事故原因该厘清。De hecho, es lo que estábamos viendo porque es una subida y es lo que no nos percatamos que es lo que qué fue la situación, pues porque pues es subida y decimos una de dos, o se durmió o perdió el control del autobús y se fue para abajo. 镜头阁转去玻利维亚，境内有真侪山的拉巴斯，最近因为连续几天落大雨，爆发真严重的土石流，本地真悬的山体风卸甲剩一半，山壁现出来，山脚的厝嘛拢风摧毁，路边嘛拢是必损。事后救援人员帮助民众对密密麻麻的家园内面，甲会当用的物件和家具搬出来，就是为着安全，禁止民众家己入去。Bueno, al escuchar un poquito de ruido hacia la ventana en la mañana, lo único que hemos hecho es agarrar a nuestros hijos, un poco de ropa y salirnos, ¿no? Pensando que iba a ceder un poquito, se iba a calmar para poder volver a sacar las cosas, pero ya cuando ya hemos vuelto ya no nos han dejado entrar. Nuestras cosas todavía están ahí. 救援人员表示讲，今年的雨季雨真济，是水泵山的导火线。但是研判恐惊嘛是真济年来累积的雨量，造成山区的土石干水量饱起的结果。估计至少有40户在这波灾情内面失去因的家园，需要外界帮助安置。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搁再看美国总统川普，即马是真大力咧推动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今仔美国甲乌克兰双方都伫咧沙地阿拉伯来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前嘛表示，不管最后是安怎桥啊，这乌克兰拢可能爱放弃部分的领土。美国和乌克兰伫2月底是讲甲真无欢喜，即马双方已经伫11准备好啊，要登来谈判。乌克兰是泽伦斯基的幕僚长带团参加，美方是国务卿卢比奥来领军。目前双方拢已经到沙地阿拉伯吉达，嘛拢和沙国的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王子讲过啊。另外，泽伦斯基虽然伊同款嘛伫沙地咧访问，但是伊要加入谈判。卢比奥伫会场机顶受访的时阵表示讲，俄罗双方拢必须了解军事方案无法度化解冲突，双方嘛拢必须做出让步。伊嘛特别指出讲，乌克兰伫任何合理的时间内，拢无法度登去到2014年进前国土的状态。这互真侪间国际媒体解读讲，乌克兰必须放弃部分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4个东南部的省。You're not going to get a ceasefire and an end to this war unless both sides make concessions. It's just obvious. 英国媒体因消息指出讲，乌克兰会提出部分停火方案，其中包括空中和海上停火等等较好去执行的内容。另外，之前泽伦斯基已经表示讲，愿意签碳三协议，嘛有可能伫一摆会谈内面会讲到，但要求美方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俄方的目标。Також на сьогодні ще більш підготовленою стала зустріч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в Саудівській Аравії,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на результати. І це стосується і наближення миру, і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підтримки.
2月底，泽伦斯基伫华府和川普会谈，所伫媒体面头前伫冤家，互全世界拢带一个。美国后壁是宣布讲暂停对乌军的军员和情报的分享。即马乌克兰登来谈判，美国嘛讲目前已经恢复情报的共享。另外伫前线，罗西亚反攻库斯克地区成功，有可能互时间物资拢真热力的乌克兰，刺激更较侪谈判的条件。不过乌克兰嘛伫车站派出300多架无人机，随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公司新闻优派准备译。社群平台正经的推特，即卖 X 平台，总是陆续有用户拢投诉讲有出现断线的状况。X 平台的头家马斯克是表示，应该是有受到网络攻击。另外一方面，伊的电动车公司即特斯拉的股价最近嘛是一直在落。马斯克是承认讲，最近有较困难。点入去社群平台 X， 不管安怎都无法度显示大文，敢若一直伫遐洗裤啊，也是要求停登录。X 平台伫车站是发生一阵的故障，互全球的用户是拼命投诉，大家拢有够着急。根据报告，迄天有超过4万的用户不时是一直在故障，无法度伫 X 平台看到新的大文，而且才拄修理好就随个歹去。对这 X 平台的头家马斯克后壁嘛发文表示讲，这是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有可能有国家级的力量涉入。Well, we're not sure exactly what happened, but there was a massive cyber attack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X system with IP addresses originating in the Ukraine area. 伫车站，特斯拉的股票一天就大落15.43%，创2020年9月以来上大的落幅。根据了解，对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以来，特斯拉的股价逐礼拜拢在落，对去年12月的历史上高点479.86美金算起，总共是损失53.7%，市值超过8000亿美金，就安尼无去。How are you running your other businesses? With great difficulty. Yeah, I mean. But there's no turning back, you're saying? I'm just here trying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efficient. 3, 2, 1, ignition.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波兰当年差不多达5000万美金，超过大票16.4亿，和乌克兰和乌军来使用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马斯克伫社群平台发文讲，伊若甲星链关掉，乌克兰的规个整线都会绑起。对这波兰的外交部长希科斯基讲，若正是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是袂当信任的供应商，因不得已会阁找其他的厂商。双方这个喙烂战，和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嘛加入战局。伊公开反驳希科斯基的讲法，表示讲波兰的外长伫遐咧乌白讲话惹代志，而且根本就无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星链。鲁比欧讲的这话嘛得到马斯克的回应，而且伊搁希科斯基这个小人物较点咧，莫一直讲话。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全世界上大规模的汉药研究计划，汉药普查上新的公布是，搁再发现到866种全新的物种。因事实上，目前咱人所在海底动物嘛，将占整个大海1/10，所以也唔只讲这大海奥妙真正是无所不尽。研究家探勘计划海洋普查宣布发现866种新物种，像这只伫非洲外海发现的饭丝鲨、甲鲨鱼、航仔鱼同款，拢是软骨鱼类。这届发现的物种只是港口的第38种，比起鲨鱼已经知影有500种以上，是科学家了解也真少的领域。海洋普查是全世界上大规模的海洋环境研究计划，有400多个研究机构、800多个科学家共同参与。专家估计，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海洋物种，敢若占整体1成，出来9成包含200万种生物。不过，海洋环境破坏严重，探测工作要加速进行。The average time period between something being collected and described in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is 13 years. And the challenges our marine environment are facing, we can't wait that long. So accelerating marine discovery, just being able to say, even if it doesn't have a proper name, but being able to say that's new, is something really powerful. 海洋普查探测船会看情形派畅水员、深海机器人，也是畅水器。船顶有科学家24点钟监测，科学家用真一种上新的技术，会当深入寡济较早无法度探测的地形甲深度。So traditional sampling will, trawls, even long lines through bycatch, drop cameras, we'll get a lot of flat areas, but the walls that are behind me, and those really
sharp topography areas are very rarely studied. And 2025年海洋普查也会进行10届探测任务，入去更加侪唔知的领域，并为未来环境政策提供科学基础。海洋是地球上侪变化，也是上极端的环境之一。到即马也是有真侪唔知的所在。科学家一旦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物种，嘛真使人期待。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